我投咗個標，中咗個 contract，個銀碼比較大嘅，可能1000萬或者幾千萬，銀行都好難審批得到。近來咧，其實我哋遇到好多老闆咧，尤其是工程界嘅老闆，佢就成日問我，我投咗個標，中咗個 contract，個銀碼比較大嘅，可能1000萬或者幾千萬，究竟可唔可以攞去銀行做融資咧？嗱，其實呢樣嘢咧係曾經咧都好流行嘅喺銀行入邊，因為咧喺疫情之前咧。個工程嗰個行業比較興旺，咁銀行咧覺得呢一個行業比較穩定嚇，當時計啦嚇，咁就變咗咧，你揸住份 contract， 如果份 contract 總承建商咧可能係大嘅公司，可能係政府啊或者好大嘅建築機構啊，譬如中國建築啊、禮頓啊嗰啲，咁咧其實呢啲以前係好容易攞到嚟做一個融資，咁可以俾你你投咗個 contract， 可能俾70%嘅錢俾你買料，我嚟俾人公司，跟住一路個 contract 我 by stage 咁樣，我可以同你做融資咁樣嘅。咁其實呢個係幾靈活嘅，對工程嚟講。但係我想講啊，因為工程咧因為之前可能有啲公司出咗事啊，或者啲公司個工程嘅環境唔係咁好啊，咁變咗咧嗰個有啲咧就訴期都越嚟越長，就算政府個訴期都長咗嘅。咁變咗咧，銀行咧佢發現呢樣嘢咧，其實相對咧係壞帳嘅風險高咗。變咗咧，疫情之後咧，其實呢樣嘢咧就銀行都好難審批得到啦。所以唯有咩辦法咧，就係將你有個工程嘅合約可以照樣攞過嚟我哋公司，我哋同你傾。你有份工程合約咧，其實係一個好 strong 嘅 supporting 嚟嘅，但係唔係好多銀行肯做，有好多銀行已經唔肯做工程呢個行業啦，因為覺得高風險。而我哋咧會幫你配對適合嘅銀行，攞你個靚嘅 project， 攞你公司其他嘅文件，我哋有信心一定同你搞翻你需要嘅銀碼，你投幾大嘅標，我哋做到幾多嘅 finance 俾你都得嘅。所以工程嘅老闆有需要就過嚟揾我哋啦。想了解更多詳情，即刻揾我哋 Wisdom， 我哋不成功不收費，免費諮詢，專業守法保密。